咱这个所在唔才咱自在，来个做出成为一个真好观察啦。哦，所以讲咧，咱来甲看这段因缘啦吼，这段因缘头拄啊有大家介绍过，咱怎么甲这个原文来念互咱知？就是你的因缘不修禅定，不断烦恼，这两点是咱作业的特性。哦，就是讲这分啦，这优波离来问这个问吼，讲世尊啊，你讲这个爱多动、自动作恶，但此人不修禅定，不断烦恼。啊，和你对讲这个人生活无疑，此人临终到底要生伫倒一个国土咧？佛则甲这个优波离讲吼，此人将近12年后，命中必得往生到天上为天主。那么祖师为什么会选这种的方法呢？哦，为什么会选这种？因为什么伊不修禅定，不断烦恼呢？哦，就是因为祖师伊知影讲伊将来要入修为出条归空后2500年，这中间调到伊要入修这中间啊，已经叫做正合入去啊。这个时阵呢，叫做五毒世界。这个五毒世界的众生啊，伊的修养本身拢是福报，本身拢福报啊。所以伫这个五毒世界，你个修行的人啊，一定要加强伊这个福报，一定要加强伊的福报。所以你加强伊这个福报咧，记住，所以伫六道内底啊，有你的祖师就讲，咱知影六道就是去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所以伊大伙啊，禅定专家。化精为动，处理天光，处理物质，处理行政事，这类吼，每这类福报，这就是祖师伊修办到一个真特殊的方法，伊真特殊的一个风格啦。哦，所以咱今日咱们就讲哎，来起来做一寡电视，哦，叫人讲哎，赶紧来处理大人，哎，赶紧来处理款式，有伊相当的经济啊。哦，所以咱也知影了啊，咱就啥，伊做这工就是，这个祖师伊啊，有吻合祖师本来，所以咱做了啦，会真自在，做了啦，真欢喜，所以做了就真圆满。所以即马不管讲党政各界，既然一般都是讲真肯定、真赞叹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哦，有真个足怀疑的啊，亲像迄一天。刚才台湾几个教授带丹麦、挪威几个外国的这个教授去咱动物中心访问，伊看到迄个金额遐尼大，伊看到咱迄个质量精，伊就问讲：啊，你伫遮服务的人薪水安怎发？伊去考虑你薪水安怎发？咱拢甲伊讲，阮这种完全义工牺牲奉献，因对听了这点了，马上记起来，足肯定。哦，因为咱一贯道大家，伊就是讲。牺牲的方面，只要我都做到这样完全啦。你若讲一天1000块钱吼，咱人的心态足奇怪，一天赚你1000块尔，要偌本啦，凊彩啦，马马虎虎啦，亲戚来走。但你今仔就是无钱钱，发你上万，安尼来做，大家都是做道士的，大家是做道完善的，比道完善的，所以这个点嘛，咱做出来工作非常的完善，非常的完美，就是呢，咱大家已经起来做事，叫做欢喜心，叫做现成。叫做欢喜心，叫做布施，叫做欢喜心，叫做精进。像今日来个大家发你上万，大家都精进，对不对？并无讲这种态度，讲爱出来无出来都袂用，无这种的心态。大家拢是安那，真欢喜的心来，所以大家就学较真济。学较真济就咱就学了，咱自咱学着，赶紧来读去度化众生，所以咱的这个传道的意识会散布很紧。当然。这就是你的祖师的风土啊，有伊的原因伫呢，不是咱搞呢，就是不是咱搞，是祖师的原力比较吸引，祖师的原力比较咧甲咱推动了。所以你莫认讲迄是我搞呢，我等于度过的是我搞，我开3间店是我搞，迄是祖师的原力直接甲咱带推动，今仔才有拿得到安尼的事情。所以讲咱爱知影吼，假使讲咱今日若无出去度人，若无出去成功，咱就干那做禅定来讲，这个落入修行。修行法，那么这个修行啊，上关系到觉知法，就是叫做声闻甲觉知法。伫个十法界内底，咱拢知地狱、畜生，地狱恶鬼畜生，过来阿修罗，过来人、天神、声闻、等觉，遮咧。伫这个天神遮叫做涅槃，四圣就是声闻、等觉、菩萨法。那么伫这个声闻甲等觉，就叫做修行。修行甲大乘差伫倒？就是讲自修自了，这款呢叫做修行。
那么这个修行的人是无讲哦，有别也无讲哦。那么什么叫做大圣呢？大圣就进入菩萨去啊。那么进入菩萨呢，到底菩萨要做两件工作，讲伊你若体会出来，那么你得咱做在坚定咱今日修道法嘛。因为如果将来咧记载菩萨，你若修两项工作有做，你就叫做菩萨啦，进入菩萨的境界。第一，用智，运用你的智慧相求佛法；第二，你求得佛法，运智下度众生。这两项工作有做，叫做大圣。小圣就是运智相求佛法尔，修个智尔。大圣就是我运你的智心去度化众生。那么请问咱各位，我们求佛无？有。咱有度众生无？有。所以咱就伫这你的祖师的法门啊，安尼不知不觉吼，莫名其妙安尼应着走去菩萨境界呢。莫名其妙，这是咱一贯都修行实践伫遮，这个咱快乐的家庭伫遮啊。所以咱来赶进来啦，一步一步紧歪啊，哦，其实都是少一点紧教啊，哦，这是咱的修行的所在，哦，所以讲咧，你的祖师就知影讲，假使讲若无进入这个大乘修法，那么咧，伊的果报足少。伊果报真少，将来若要一世修、一世了达就无可能。所以来创造这种的，啊，所以才讲咧，你的祖师啊，伊个不修善根，第二不断烦恼，因为离开众生无道好修，离开众生无人好度，所以既然咱要受众生，一定爱亲近众生来接近众生，接近众生对众生上近，对众生缘上近。咱家己的家庭人嘛，咱家己的母囝嘛，缘上近嘛，缘近也做咱的母，缘近也做咱的囝，缘近也做咱的翁，是不是？缘近也做咱的老爸，哦，这是缘上近交，体现起来，缘上近交成道，道了后啦，由近而远，由亲而疏，对咱的亲戚朋友，对咱的亲戚姐姐，慢慢的，真个发挥出。但是伫大人过程当中，会做到烦恼无？伫栽培饲小中间会烦恼无？是个人带会烦恼无？所以讲咧，你著说要甲你讲免断烦恼。你著早著圣尊啊，咱若即种诶想法无法断烦恼啦。所以讲，第二因为修道免断烦恼，哦，入在家庭中修，免离家，入在家庭中修。假使讲讲，咱若是讲伫家庭中修，咱的心意、甲咱的方法、甲多数出来，甲出家修同款，同见效果。哦，所以讲咧，这点就是你的祖师伊修行的其中一次咯。而且毋是干那不修禅宗不断烦恼哦，你的祖师的法门吼，佫一个真特殊，无论神通，无论一寡奇怪现地之法，唔免。为什么来讲？因为这佛经内咧记载得真清楚。释迦佛当时修的时阵，还佫有教育弟子爱练心病，有教育弟子爱练心病哦。所以弟子内底这个目犍连是叫做神通第一，有无？解空第一，哦，师母第一，解空第一，还佫有这个少年解空师母的见闻第一，哦，还佫有什么第一？内底其中伊有强调这个神通，强调这个心病。但是你的法门内底，你的做事的方法就无，为什么无？我若这个原文念嘛，咱讲不了解，你就知影讲无，看你就听到讲做事讲爱去修什么法门。伊讲佛教优波离，佛灭道后，哦，即摆佛就讲我若灭道后，哦，即摆去家听好哦，毋是50来70万年后哦，是我若灭道后，我若归公后哦，我做弟子，若以精勤修诸功德。威仪不kwa扫塔高度就是成道的神啦，吼！以种灵药妙花来供养佛，行种三昧亲入正修来读诵经典，敢若这样了。如是表明就是讲像安尼的人啊，运动自心，虽不断绝，虽然伊无断烦恼，但是如一入通，哦，印象回念念佛的面相，称弥勒的名。如是颠背，若一念种，受不界灾，修诸正业，发弘誓愿，命中之后，一如种树，即心背种，做啥？即个往生都是多天。我念这段原文内底，
根本就无讲爱练什么技法，无讲爱去叫静坐，爱去叫练什么法门无哦。那么伊讲得足清楚的啊，就是讲咧，威仪不管行出做法，这个威仪讲话好来，坐有坐相，卧有卧相，睡有睡相，行出做法这个威仪讲话好落啊，过来啊。这个行出做法，威仪就是讲咱日常生活啦，意思讲日常生活，把这个道中甲你生活中啦，所以过去道中讲有道没道，看你吃饭睡觉就知道。就是咧讲，你到底威仪修出来气质有变化无？我修到3年无变化气质，修到5年无变化气质，那就是表示讲伊无咧修，伊无咧精进，伊威仪要够强。所以讲威仪不管对于扫他多，就是讲清楚个等于。这较等咱就讲着啦。所以讲咧，过来就表现表这个人，敢若念伊的形象，念你的名，安尼将来啊，若修出成业，发一个风水院，发一个风水大院。安尼，这种人，若命中的时阵啊，命这个再见的时阵啊，多亲个啥？亲像迄个种树就是比较较勇的，下手比较较紧的，安尼骨身，安尼呢，骨身地紧，安尼就当前这个做东西。举办少壮年会考后合照。哇，好棒，好棒！哈哈哈。对呀，没会。上面会一下水，不用啊。